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孟子嘅以利之辯。孟子喺《孟子梁惠王章句上》入邊提到以利之辯啦。咁孟子就拜見梁惠王，梁惠王就問佢：老先生，你不遠千里咁過嚟，一定係對我國家有啲咩高見啦？咁孟子就回答話：大王何必講利呢？只需要講仁義就得啦。如果一個國家嘅大王講點樣對我國家有利，咁大夫又話點樣對我封邑有利，一般嘅人同埋百姓又話點樣對我自己有利，咁樣就會變成上位嘅人同下位嘅人互相爭奪利益啦，咁國家就會變危險啦。咁引文入邊啦，梁惠王就淨係關心佢或者佢嘅國家嘅利益，而孟子呢就認為人如果淨係關心自己嘅利益，咁樣佢原本有嘅利益都會失去。如果佢關心義呢，咁樣可能反而會得到更恆常嘅利益。咁孟子嘅論證就係，如果以利出發呢，就會引發爭利之心。當政嘅人或者政府係唔應該追求自己利益嘅，應該以百姓嘅利益為利益，咁樣就可以達到所謂嘅不以利為利，以義為利啦。咁國家或者政府嘅財富唔應該收埋，應該攞出嚟幫助啲人民，嚟資助啲人民，咁樣藏富於民就可以刺激百姓去追求利益同埋增加生產嘅慾望，咁樣先會令國家嘅經濟發達。根據頭先嗰個例子可以睇出，如果淨係追求眼前嘅利益呢，反而會喪失更大嘅利益。佢唔知道用500蚊可以買好多好多好多凍乾，所以佢淨係會選擇面前嗰一粒凍乾而忽略咗500蚊。咁正如人如果只在乎眼前嘅利益呢，就會喪失更大嘅利益。例如2008年嘅三鹿奶粉毒奶粉事件啦，咁中國嘅三鹿集團為咗降低成本，喺嬰兒奶粉入邊添加咗三聚氰胺，即係一種提高蛋白質檢測值嘅化學物質，最終呢就導致咗30萬嘅嬰兒患有腎結石，有6名嬰兒死亡。呢次事件呢，大大咁打擊咗國產奶粉品牌嘅企業形象，咁樣就使後來嘅人們都唔願意相信國產奶粉啦，嚴重咁損害咗中國國產奶粉未來嘅發展。從呢個例子入邊就可以見到，淨係在乎眼前嘅利益，而忽視咗仁義，將嬰兒嘅安全置於不顧，淨係可以獲得好短期嘅利益，而企業未來嘅發展就結束咗啦。消費者都唔會再信任佢哋嘅旗下嘅產品，咁就絕對唔係唔可以追求利啦。東海大學教授蔡人口喺《鵝湖月刊》入邊提到，以利之辯本質嘅分別係智嘅區分。君子智於道，咁就言行都會合乎義；小人智於利，所以表面合乎禮儀，但實質動機不純。從中呢就可以睇得出，以利之辯最主要嘅區分就係智。所以呢，只要合乎道義，咁樣追求利益係可以嘅。最主要呢係從動機上面去區分。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葉仁昌都喺論文度提到，無論係國君啦定係百姓，喺積極實現或者消極唔犧牲義嘅前提之下，都可以去追求利，而且都唔使區分要追求嘅係公利定係私利。可見只要唔損害義，喺遵守義嘅前提下，都係可以去追求利嘅。咁我就認為利固然重要啦，但係唔可以為咗利而忽視仁義。企業應該保持仁義之心，咁樣先可以長久經營，獲得更多嘅利益。咁治國者都應該仁義去對待人民，咁樣人民才先會致力發展經濟，讓國家嘅經濟蓬勃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，多謝大家認真聆聽。